因带阮，你保守阮，你用你家己神圣绝对一救恩的手来扶持照顾阮。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因带阮，毋是互阮日子白白经过，是透过日子的经过，阮会通愈来愈认捌上帝你的疼痛，愈来愈认捌上帝你的恩带，愈来愈认捌上帝你的公义能力，甲你的权柄。主啊，赦免阮拢总的罪过，愿显出你的疼，互阮明白，互阮知影，互阮甲你同心同行，通互阮会通认捌你、经历你、享受你的慈爱，享受你的恩带，享受伫上帝你对阮的看顾。主啊，帮助阮、恩带阮，用你绝对的能力，甲你的百姓三脚徛起。主，互阮毋是干那阮带伫你的内面。搁较是主你也带伫阮内面，互阮会通甲主你相连，安尼阮就对主你来得到迄个活命上水的祝福，就是阮是属你的子女，你是阮的天父。感谢主，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你的同在，愿荣光归互你，愿你今日搁再一届对阮来讲话，也纳阮所一切的敬拜，也纳阮所一切的敬拜，也纳阮所有一切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下面来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消息报告：第一，感谢主恩典，方祥仪、廖妙君夫妇的查某囝方以轩，今仔日带到上帝的家中领受祝福，愿上帝赐福孩儿伫上帝听甲真理中成长。第二，今仔日下晡2点至5点，伫中营大学体育馆举行2024圣灵降临节台南区全球祈祷会，请有报名的兄弟注意时间前往参加。登记坐游览车的，请伫下晡1点伫教会集合出发。第三，顶半年度教会半日游联谊定伫5月26日举行，地点伫大冈山生态休闲园区。当日下晡3点伫教会集合出发，或者是自行开车前往，请自行小约共乘。暗时6点伫大群土鸡仔城用餐，费用每一个人400块，请至招待岛登记报名，并注记坐公车的人员。第四，6月15礼拜六9点至下晡4点半，举办科学与圣经创造培训课程，地点伫基督搬照之家，讲员是徐保罗教授，费用每一人500块。简介搭伫公布栏，有兴趣的请自行线顶报名。第五，7月初10至12，伫金福山举办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费用自费1200块，剩的教会补助。招收对象是升国小1年至升国中1年，欢迎踊跃参加，请向孟纯传道报名缴费。报名截止是6月初9。第六，7月21至23，举办圣教会全国信徒灵修会，地点伫西湖度假村，讲员是陈尚仁牧师，
主题是21世纪教会的挑战，甲着超越费用，2人房是每人4800块，4人房每人4000块。教会甲着教区各补助每人1000块，所以拢总共补助2000块。请向牧师娘甲着各小组长报名。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俄勒请敬拜团。哈利路亚！这摆这个信徒灵修会哈。事出利多哈，利多从来没有补这么久，补这么大的，很多是1000块，现在加码哈。我们让兄弟今晚让拥有来参加这摆这上人博士也这个刚泽哈灵修会，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兄弟为安尼讲，我们当赞美进入他的院，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他，让来向他歌颂。下一姊妹，咱起立，那个线上的兄弟，咱嘛做伙准备咱的心，咱着专心专意来学乐咱的主上帝。嘿，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乐主上帝。关下欢呼来学乐主上帝，关下欢呼来学乐主上帝，关下欢呼来学乐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乐主上帝，歌鼓响手，歌鼓响手来学乐主上帝，歌鼓响手来学乐主上帝，自我幸福在你面前，用摇响手来表达对你的敬拜。专心专意，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乐主上帝，关下欢呼来学乐主上帝，关下欢呼来学乐主上帝，关下欢呼来学乐主上帝。上帝，歌鼓响手来学乐主上帝，歌鼓响手来学乐主上帝，啦啦啦啦，心灵自由学乐主上帝，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乐主上帝，关下欢呼来学乐主上帝，关下欢呼来学乐主上帝，关下欢呼来学乐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乐主上帝，歌鼓响手来学乐主上帝。响手来学乐主上帝，歌鼓响手来学乐主上帝。你先来祈祷，上咱的来学乐，但是咱提声请祈祷来。来来来，来做要起声祈祷。我们谢你，主，阮甲阮的心内面的话拢甲你讲，阮的欢喜，阮的心中有出，一切，你讲顺境逆境，阮拢爱欢喜，阮拢爱学乐，口无出谎言，主自有你的安排。并且你伫你生活当中，你的作为，阮来称颂，阮来宣扬，因为你实在是放过阮，对你头到年尾上帝，哈利路亚！阮对你条拢无累累，阮对你的信心拢无倒退，继续要来全心全意学乐你的圣主名。专心专意。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专心专意来学乐主上帝，专心专意来学
再来引对头啊，来，专心专意来学了主上帝，用跳跳的心，会当跳舞，会当原声原号，会当举手，自由，心灵自由，咱的身体就放松，哈利路亚，原声发福来学了主上帝。原声发福来学了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了主上帝，歌鼓双手，歌鼓双手来学了主上帝，歌鼓双手来学了主上帝，歌鼓双手来学了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了主上帝。嘿，阿门，拍拍上帝，对啊。感谢主，哈利路亚！继续学了第一阵中，继续第一面前行好，继续主就欢喜伊的囡仔来学了上帝。学了应用，能为地备，只管专定上帝。他谁才肯相行，为人修定十戒。阿拉主生命，阿拉主生命，阿拉荣耀归主生命，阿拉主生命，阿拉主生命，阿拉荣耀归主生命，有命超过地球万命，万贯之上之后。来，阿拉荣耀拢归天父，只管专定上帝。伊家世世肯相行，为人修定十戒。阿拉主生命，阿拉主生命。阿拉荣耀归主生命，阿拉主生命，阿拉主生命，阿拉荣耀归主生命，主命超过世上万民，一生之上之天。
归主生命，爱的主生命，爱的主生命，爱的荣耀归主生命，好了，爱的主生命，爱的主生命，爱的荣耀归主生命，爱的主生命。你看口拢列亚的主耶稣基督来看口，我感谢你，你听起音，互阮愿意亲近主，搁亲近主。就是我永远的山呀，也会变有个生命，我一生所行的天路，困求主。我当行，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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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所行的天路，困求主，跟我当行。我不求世界的欢乐，也不求。我愿意受任何艰难，只求主跟我同行，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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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受任何艰难，只求主跟我同行。我也是因有个渡过苦海的路程，当天天阳光满大开，我告诉他的天亮，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用灵甲主的灵三角交陪。上帝耶稣讲：“你们若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这话是真。当我们越靠近的时候，咱就对迄个人、对迄个物愈来愈清楚，因为愈靠近，就愈明了、愈明白、愈了解，伊就有尾声。较会当甲家己交托伫迄个事项，交托伫主耶稣的身上。愿咱的心较无讲主，我愿意亲近主，就是要亲近你，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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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近主，亲近主。
咱每一个信靠主人上界大愿望，因为咱永恒总比今生长。当咱投资伫事事行行的时阵，遐个拢会过去，总是咱得要为了用生来劳力，咱得为了永生来投资、来奉献，付出咱的心力，为着要为了咱所信靠的，能够来持守这个永生的里面。永远的、永远的保护，把这份的保障永远藏在我们的心中，把这份那么宝贵的礼物放在咱的内面，等到咱有迄个福分，当永生的门拍开的时，咱就是要甲主进入到伊永远的作息里面。阮有这可能愿望，若无，咱就为家己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啊，把这个永生的盼望，把这个永生的礼物再次赐给我们，这是你应许给世人的。虽然进去永生的门是窄路，但是我们愿意同心同行，阮愿意彼此相合联系，互阮能够当入这个上帝的国度内面，享受永远的福乐，无病痛，无灾难，无苦情，无目屎甲悲伤的所在。主啊，这是你要予世间人的，总是阮得一步一步，搁来踏在这个脚步来行，愿你来保守阮，大家人拢有这个福分，叫做同享天国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们愿意更能够渴慕你，请坐。咱有这个心，我们唱华语。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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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们呼求耶稣。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
天父上帝，阮来敲找你的面，伫你的恩典内底，阮会通诚做你的儿女。过去的日子，伫即个礼拜内检查，阮也有伫什么事上，互上帝你艰苦心的，恳求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去阮的罪孽，互阮搁再一届。有清气的心，有正直的灵，伫上帝你的怜悯，伫你的赦免内底，阮伫你通伫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你是阮的主，阮所有一切会当得到的好处，无论是伫这个地面上的恩典，或者是属灵的福气。只有你会当赏赐予阮，也只有你会当为阮保守，无互迄个歹的甲阮抢去。主，阮仰望你的听，搁再一届是阮怜悯帮助阮，互阮活着，就是咧敬拜你，用阮的言行，用阮的话语，用阮的清气来敬拜你。用我的生活来敬拜你，用我的人际关系来敬拜你，互我哋通献上迄个清气无拉散，互上帝你所悦纳欢喜的祭。你是阮的上帝，引带阮，救阮脱离迄个恶者，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平安。唯愿你伫阮当中继续赏赐属天的气力。互阮对主来行，活伫上帝你的圣洁仁义内底，通互你应允阿伯兰的福气，也悠远成就伫你正儿女的身上。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甲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共同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后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徒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继续，咱来读上帝话，启示文第20篇。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来敲找你。我的心切慕你，我伫圣所中要安尼来瞻仰你，为着要见你的能力，甲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活命较好。我的嘴唇要上赞你，我也我的时阵要安尼来学乐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伫床顶来纪念你，伫夜间的时候笑念你。我的心就亲像巴足了骨脆肥油，我也要用欢乐的嘴唇学乐你。因为你捌帮助我，我着伫你实骨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跟对你，我的正手扶持我。阿门。下面时间，请廖牧师正道。咱请三甲做伙掀开就报第4面。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今仔日主要的经文。使徒行传2章1节
到21节，咱同齐做伙来上读这段经文，请。五旬节到了，文图拢聚集伫做伙，忽然对天顶有响声落来，亲像一阵大风透过，充满了伫因所在房间。阁有指头亲像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伫因逐人的头壳顶，因就拢受圣灵充满。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来别国的话语。迄时有虔诚的犹太人对天下各国来，踮伫耶路撒冷。这个声音一响，众人拢来聚集。逐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讲话，就真纳闷，就惊疑叽叽讲：看啦，这讲话毋拢是加利利人吗？阮逐人怎样听见因讲阮出世来所讲的乡谈呢？阮帕提亚人、马代人、伊兰人，踮伫美索不达米、犹太、加撇多加、本都、亚细亚、弗鲁加、邦菲利亚、埃及人，并靠近古利奈的鲁比亚一带的地方的人，对罗马来的旅客中，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犹太教的人，叫你哋甲阿拉伯人，拢听见因用阮的乡谈讲说上帝大作为，众人就惊吓猜疑，彼此讲：这是虾米意思呢？阁有人起笑讲：因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甲11个使徒徛起来，关声讲：犹太人甲一切踮伫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个代志恁着知影，也着暗耳听我的话。恁想这个人是酒醉啊？其实毋是酒醉了，因为事后大家试错，这才是先知用你所讲的。上帝讲：伫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灌压伫见若有血气的。恁的儿女要讲预言，恁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伫遐个日子，我要将我的灵灌压伫我的仆人甲使女，因就要讲预言。伫天顶，我要显出奇事；伫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做黑暗，月亮要变做火。这拢伫主大个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迄个时阵，求告主名的就要得救。阿免。搁再一届，咱三甲阿头来祈祷。真理的主圣灵，并且悬悬坐伫宝座上的耶和华上帝，以及救赎阮的主耶稣。阮即时用着敬虔来到你施恩宝座前，阮用诗歌敬拜，阮用听主的话语敬拜，阮用奉献阮的心身灵，并对主你所得到的一切来敬拜。阮用着彼此相听来敬拜，唯愿你伫阮当中成就你心内底所欢喜的。也搁再一届，愿阮来启明你心意的美好，互阮会通听到你的声，互阮会通甲你相同行。阮仰望你的听，仰望你运行伫阮每一个人心灵的内面，通互阮听明白，互阮照着去行。互阮会通享受甲你对坐，甲你同齐徛起美好的关联活命的同在。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今仔日咱所看到的是《使徒行传》2章1节到21节。今仔日也是年度内底圣灵降临节，咱所以要伫这个所在三甲做来思考。有诶时阵有一寡物件，咱其实
是对着咱家己的惯势内面，了后咱就伫迄个所在想讲，伊应该是安尼。但是上帝的话启明伫咱的心，隐藏伫咱的内面，就是要互咱会当更较明白伊、认捌伊，会当甲伊三甲同行。有诶时阵，咱伫咱的生活环境内底，咱抑个会真惯死一寡物件。比如讲清明节，咱就会食润饼，但是谁若清明节爱食润饼，改成咱也无去想即个代志。咱有人安尼讲，过一个月吼，我着吼一日3顿吼，拢总要食肉粽，食甲叫毋敢去安尼。所以呢，过一个月我就要过即个日子啊。但是是安怎？端午节爱食肉粽，中秋节是安怎爱食月饼？所以真侪代志，咱无去明白这代志。其实伊伫即当中，抑佫有对着信仰甲生活内底真侪影响。咱虽然活伫基督的信仰内底，但是咱抑佫有真侪是对着过去咱的生活习惯咧生活。我毋是讲袂当食月饼，我毋是讲袂当食润饼，我拢毋是讲这，我是讲咱爱了解迄个代志的意义的时阵，你就会知影是安怎要食还是毋食。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当真正明白这个代志。亲像呢，这是一个我伫中国听到的一个笑话。就一个查甫囡仔，生得比我搁较缘投，金光长长棍安尼。有一天伊就行伫路林，行伫路林的时阵有一个小姐姐就甲伊叫讲：“哎呦，小心肝哦！”伊就讲：“就足欢喜啊！听到人家叫小心肝，伊就非常欢喜啊！就伫迄个所在伊就甲伊讲：“嗨！”就甲伊讲，迄个小姐姐佮讲：“小心肝哦！”伊就讲：“嗨！”伊就甲伊叫一个小宝贝哦，小宝贝。结果呢，就弄着啊，小心肝呐，知无？电线杆的杆呐，就甲你嘛爱细字哈。所以咱得用着咱家己心肝内底过去咱的想法。结果人甲伊讲小心肝伊就讲哎小宝贝。结果弄一个所以就真疼真艰苦。咱咧听上帝话的时阵，嘛爱真清楚明白，上帝到底咧甲咱讲啥物话？圣经内底咱真意爱信上帝的人会得到永远活。但是迄个信是安怎样的一个信？信上帝是即马信，明仔载信。后日信，信到永远，这才是信。我今仔日信，我明仔载无爱信，请问我敢会得救？真困难。所以咱毋好干那一厢情愿我安怎想安怎是，这是爱真斟酌的代志。免得咱到有一日的时阵，主耶稣捌讲过一个代志，当迄一日来到的时阵。真侪人伫迄个所在讲，主啊，我毋是行过真侪神迹，我毋是讲到真侪人听嘛。主耶稣讲歹势，我无熟悉你呢，请问你是倒一位？所以咱爱细字，爱斟酌听，爱听会明白，爱个照着去行。咱今日要三甲做伙来看，这段经文内底甲咱讲特别的祭期，甲咱当心自执，是安怎祭期特别要自执？亲像摊拄只周报内底有报告。消息报告内底，今日下晡2点到5点，咱要同齐自执伫中英大学，同心来祈祷。是安怎要有这款的特别的自执？搁再来集体的温歌，甲上帝同在。是安怎一个人敢会当伫厝内底做礼拜会当？但是一个人做礼拜，甲来礼拜堂做礼拜有啥物无共款？自执的意义是啥物货？第三，上帝话语甲救恩的显明。如果上帝咧做这样代志，咱都袂做一寡无意义的代志。咱做代志一定有某一种程度的意义甲期待。那呢，上帝咧做这样代志的时阵，上帝到底是做啥？所以特别的祭期，咱当心自执的时，使徒行传伫这个所在讲，当五旬节到了，门徒拢同齐做伙自执，同齐伫所在。五旬节就是第50天，就是伫啥物节呢？
就是伫搬过节过了后50天。搬过节是纪念上帝的救赎，因为有上帝的救赎，所以咱才会当开始耕作。咱所耕作的才有属伫咱下。所以伫这50天过了后，伊就是或者一个收割的节期。因为有上帝的救赎，若无上帝的救赎，今仔日这以色列人因犹原抑搁伫埃及做苦工，因所耕作的、因所种植的，到伫落尾，拢犹原抑搁是属伫埃及人的。若无上帝的救赎，人所有一切拍拼、劳力拢空空。咱今日受上帝的救赎的时阵，咱所有一切奉献，咱所有一切的生活见证，圣经讲，上帝拢甲咱所行所做。来记伫上帝国，了后咱会通对着相信一个代志，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信上帝所差来的，咱就是咧做主的工。这一点上介重要。信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来的救赎主，了后照基督所做的去做，了后咱伫其中会通得到活命的修成。所以，迄个活命就毋过再是为着家己度无，乃是因着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咱所会当分享予人。所以，咱会当伫迄个所在拥有上帝予咱的，咱就毋是干那伫迄个所在，互人甲咱抢去。咱做生意就无抵到失败，咱伫生活内底累积就袂伫一时当因为破病完全拢总无去，因为咱会晓得甲上帝三甲做伙同工，这就是收割。这就是咱活命内底努力，会当得到上帝欢喜甲伊的路用。犹太人三大节期的第二个节期，就是这个五旬节。因为有这款的修行，所以到伫落尾，因会欢喜快乐。咱斟酌注意看这三个节，犹太人三个大节期，第一个是搬过节，咱到就是过偌济迄个时阵的日子，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羊羔，这只上帝羊羔。来为着咱替咱赎罪，了后咱所种造的才会归着咱家己。一直到落尾第三个节期是啥？大饼仔节，带伫布饼。你甲看讲，当因享受修行遐尼济的时阵，因毋是起厝哦，因是带伫草饼啊，因是带伫茶饼啊，因就是用柴箍、用树叶啊起一个饼仔起来，了伫迄个饼仔内底是人通爱看到天顶的星。了，啥怎因爱安尼做？因伫即个大，虽然因已经富足啊，但是因过大饼仔节，即个大饼仔节提醒因一项代志：今仔日恁所拥有的，毋是恁的努力拍拼来，是恁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恁伫旷野带过布饼，恁的日子曾经遐尔艰苦，但是今仔日上帝互恁富足，所以伫即个大饼仔节的日子内底。爱互相分享人所拥有的，并且迄一天连续是哪？节期是连续7天，到第8天的是一个大日子，非常欢喜的大日子。讲感谢上帝来照顾阮到伫如今。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这三个节期，咱大生活命得到顶头生，伫基督的救赎内底有过偌济，了后咱的努力拍拼有方向。咱会通对上帝来收割物质的、属灵的一切丰盛，了后咱进入到伫感恩献祭、分享的日子。所以这是五旬节。咱所以是安怎？毋是干那介一个人敬拜，毋是干那介一个人欢喜快乐，是含众人三甲做伙同齐享受上帝的救恩临到咱的身上。这个时阵五旬节因三甲做伙。因同齐做伙组织这个字是同心协力，有同齐意思，有同齐的民望。因为一个梦想，因望因的梦想会当成就。迄个梦想是啥物货？如果咱若看到《使徒行传》对头到落，伊的这段经文，咱看伊的第1章的后壁，以及到第2章的继续后面的时阵，你就知影，因同齐组织敢若有一项代志，见证耶稣基督对死过活。并且要领受能力，会当按照世间人来光明这个见证。亲爱兄弟姊妹，你的人生梦想是啥物货？咱的人生梦想是啥物货？
我昨做一日的时阵，听到一寡人伫个所在咧分享咧开讲的时阵啊，我嘛听到真感慨。有一个人，伊是开公司，伊拢讲吼，伊到因这个囝吼，甲因老爸讲爸，你摕1亿互我要来开创事业。因老爸甲伊讲，你毋免，你伫我的公司内底做就好。结果时阵，因囝吼硬是毋动，就甲伊摕因老母吼硬甲因老爸囥了了后时阵，因老爸讲好啦，互你摕1亿去。结果时阵啊，因这个囝摕1亿出去开设这个创业，结果时阵对头到落尾3年内底吞5亿落去。你昨毋知有看新闻无？有高雄发生一个代志无？迄夜刀含人相拄的啊，就是朋友内底，就为着400万投资伊的便当店，结果用了无好的时阵，朋友变做冤仇人。我毋是讲咱无应该创业，我要甲各位讲的是，咱今仔日来到礼拜堂，咱有啥物款同款的面貌？咱的梦想是啥物货？咱有真期待，咱家己更较认识上帝。咱有期待，咱更较和咱的兄弟姊妹分享咱生活的美好无？求上帝保守帮助咱。你的人生梦想是啥物货？信耶稣、信上帝，如果若是干那咧恳求这个地面上的福气，圣经讲，安尼咱就比世间人更较可怜。咱的活命内底，上帝欢喜，互咱富足。但是上帝互咱欢喜，上帝欢喜，互咱富足。其中有一个介重要，就是互咱成做正人的祝福。迄是上帝的欢喜。守节期甲节期的限制意义，伫这当中是咧提醒更新，并强化迄个节期所涵盖约甲伊的内容，并且强化甲迄个神明的关系。你来看，每一年3月的时阵，台湾因咧讲小妈祖，因就是咧强化因和神明的关系。今仔日基督徒，咱三甲做伙组织，同齐做伙做礼拜。咱单独只若是看的时阵，你有看到咱读经文内底，拢将有20几种的人对着世界各角落、各大角落，倒转来到伫耶路撒冷同齐咧过节。因伫迄个所在三甲做伙敬拜，因伫迄个所在三甲做伙来敬拜这位上帝。咱今仔日有来恢复甲咱上帝三甲做伙同行这款美好的意义无？咱有甲上帝同行的时阵，咱就会当伫每一届的聚会满有期待，讲上帝，你今仔日要伫阮当中显明什么款的关联？一定要有一寡代志发生伫我的内面，发生伫你的内面。上帝啊，你今仔日要搁再一届对我讲啥？上帝啊，我今仔日会当搁伫这个礼拜内底搁再经历什么货？第二部分，当这个礼拜门徒因同齐做伙做礼拜的时阵，因同齐组织。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因11个学生佮其他的人三甲做伙组织，并且伫这当中真侪人同齐做伙做礼拜的时阵，这叫做集体温故。什么叫做集体温故？就咱来看的时阵，咱会通真明白一项代志。火炭有无？你捌看过火炭？烘肉的火炭，迄火炭吼，同齐做伙烧会愈倒愈严。咱若甲迄火炭吼，规炉仔的火炭，甲伊硬一块出来，迄个火炭安怎？足紧就化去啊！所以，什么叫做集体温故？集体温故就是咱需要同齐做伙组织。咱需要同齐做伙做礼拜，咱需要透过彼此无共款，但是咱会当因为无共款，看了更较焦逼。信仰若是敢若修行美伫3年内底，对咱的活命其实无法度磨练。圣经内底讲一句话：铁啊甲铁啊相磨，就会磨出刀来。朋友互相感动也是安尼。
因为我无的，我就会当对你的心肠恶着；我无的，我会当对你心肠来得到帮助。所以我就会愈来愈好。同款你无的，我会当甲你斗相共；你有需要的，我会当甲你斗陪伴。安尼你就会愈来愈好。这就是集体的温哥。圣经内底，互咱看到一项代志：集体的温哥内底，这是安怎？当这做礼拜的时阵，12个支派拢爱同齐做伙来做礼拜。同齐做伙来做礼拜，是表明了一项代志：咱是同一个民族，咱是共属伫上帝的儿女。咱今仔日三甲做伙敬拜一位上帝，咱会通互相激励。礼拜六早上的时阵9点半到11点15，有这个方言操练方言祈祷的操练的聚会。第3楼这个所在举行了后，我邀请行番团队邀请这个陈小静姊妹，同齐做伙分享因对着上帝圣灵甲方言的经历。伫迄个所在分享甲经历内底，也激励了其他的人。咱是安怎爱三甲做伙斗阵，彼此分享见证，就是通过这个分享见证，咱同齐做伙来认捌迄一位，来听惜咱的主上帝。互咱会当更加透过生活当中对上帝的经验，咱会当更加确认这个信仰对咱活命的帮助甲提醒。文道因伫个所在，三甲做伙组织，同齐做伙伫遐祈祷做礼拜，然后因着伫个所在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伫当中。就圣灵，请斟酌注意，因圣灵就照着家己的心意来想事口才，并且迄个口才毋是咧讲我外敖，迄个口才是咧讲说上帝的大作为。亲爱兄弟姊妹，咱的见证只有一项代志：耶稣基督上帝的名、圣灵的名，有伫这个所在受高举无？是安怎有一寡见证，互人听到？会足刺激，有的人听到见证的时阵会足袂爱听，因为真侪时阵见证过头，指着我外敖，我对上帝得到偌济丰富，结果亲像我无得到这的时阵，我就啥？我就改成上帝拢无教我祝福，所以迄个见证听起来的时阵，就安怎？互人厌烦。上帝就敢若祝福你，就袂祝福我吗？毋是，所以圣灵。咱做见证的时阵，圣灵所属的口才是咧讲说上帝的大作为。什么款的大作为？伫这段经文内底特别咧讲的是讲到，我是一个犯罪的人，但是上帝救赎了我；我是一个无能力的人，但是上帝录用了我，互我会通伫伊的国度内底，甲伊三甲同齐做伙同工。上帝竞选我，互我会当含伊三甲做伙同工。咱斟酌看这段经文的顶文甲下文的时阵，咱就会看到是迄个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就是咧讲说上帝怎样拯救人，上帝怎样录用一群软弱的人，就亲像因遐人所讲，这个人敢毋是加利利人吗？请注意，这段的经文内底是讲到犹太人同齐做伙伫耶路撒冷咧过节，了后因讲这群人毋是加利利人吗？这句话其实是非常轻视的话呢。迄个亲像天龙国咧看咱呐，这群敢毋是台南起来的？安尼听我的意思无？但是因是无啥共款啊，因是伫南平面啊，犹太是耶路撒冷是伫南平面。迄个亲像台北的人来到咱台南讲，咱看这毋是天龙国的吗？所以你知影，互相轻视啦。所以当因这人同齐做伙，因对着世界逐角落，特别是耶路撒冷这旁的人，因同齐做伙伫这时阵，看到这人讲，这就加利利遐呀。这人是啥？掠鱼的啦，无啥学问的啦。但是因哪有法度讲出世界各国的话啊？会晓讲美国话，会晓讲英国话，会晓讲阿拉伯话，还佫会晓讲希腊话，佫会晓讲罗马话，
个要讲澳大利的吼，个要讲法国的，我讲一大堆。好，我所以因着非常，并且遐对世界逐角都转来的人，因听到因用到啥？用到因故乡的母语咧讲话。迄个腔口，互因听到，因感觉非常的惊讶，讲哎，敢会安尼啊？哪会安尼？所以因自责，咱今日自责的时阵，到底是要得到什么货？过去遮个人因三甲做伙，因来遮就是要做礼拜，完成因做礼拜礼仪。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我要来做礼拜。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圣灵做代志毋是安尼。今仔日咱来遮做礼拜，毋是甲咱完成这个礼拜。等下下晡咱2点到5点要去中央大学，咱毋是甲咱去参加一个或者圣灵降临这个祈祷会。咱如果若是安尼的时，咱就是甲咱想要得到什么货，哦，咱感谢主，哦，总，哦，迄3点钟总算过去啊。安尼就表示讲咧做礼拜时，敢若足痛苦，你知无？但是毋是啊？当圣灵降临伫咱当中的时阵，咱爱同齐伫迄个所在想，啊无牧师今日传讲的是啥物货？如果若是安尼啊，牧师原来真可怜。吼，主理这个人传讲这个信息，无毋对，伊期待会当互兄弟姊妹明白到啥物货。但是这一个毋是介重要的意义，或者是讲受敬拜的主上帝到底要得到什么？这才是上介重要的。圣灵今仔日运行伫咱当中要做啥？有个人伫咧做礼拜的时阵啊，伊就伫迄个所在讲啊，来做礼拜，咱8点半开始。了后8点50、9点来啊！哦，加在牧师也未讲道，哦，哪会讲即个话啦？加在牧师也未讲道，安尼意思是毋是？做礼拜就安尼听牧师讲道尔？亲爱兄弟姊妹，安尼是无够嘅啊！咱需要同齐得到一个全备的祝福。你知影偌年啊？这时阵，伫敬拜的时光内底，通过咱每一个人彼此奉献咱的心，甲上帝对齐，圣灵的恩膏会运行伫咱当中，透过你所奉献的歌声，会去感动到别人。同款，别人伫迄个诗歌的敬拜态度内底，会伫迄个所在，互圣灵灌压伫你的心。所以伫咱的画面内底。除了是咱三甲做伙做礼拜，咱要得到什么？要做什么货？毋是，也是主理的人要得到什么？做样上介重要是这一点，受敬拜的主上帝，伊要伫咱当中做什么代志？你知每一届当咱伫这个三甲做伙吟诗敬拜上帝的时阵，圣经内底讲一项代志：耶和华上帝，你是用以色列的敬拜做宝座的，所以是安怎敬拜诗歌的敬拜，对咱来讲遐尼啊重要。有几落摆，咱教会伫咧诗歌敬拜内底，因为每一位兄弟姊妹的投入，就带来医治的恩膏，就带来启示有言的恩膏。你的敬拜，你的奉献，你这款心灵甲身体的奉献，会互整个的礼拜提升到伫上帝面前是蒙悦纳的。所以感谢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因为咱每一个人会当三甲做伙修敬，透过彼此的修敬。咱伫这个所在，同齐见证上帝的听堂。咱一定爱伫这个做礼拜的时阵，同齐来思想这项代志。上帝伫今仔日这个礼拜，伫今仔日这个聚会内底，要做什么会，要得到什么会。马丁路德当伊咧做宗教改革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反驳神学院内底。反驳教皇当中，伫第45条、46条
47条当中，伊拢共列了92条。了后伫即当中咧，45、46、47当中有讲到几样代志。讲伫当中，教会有一条条例讲，一个神学家若毋是一个逻辑学家，安尼就是足危险的异端者。意思就是讲，一个神学家一定爱是一个逻辑的学家，若无安尼，伊就是这个神学家就是上界危险的异端。马丁路德讲，即款的讲法才是上界危险、上界恶毒的异端的言论。是安怎安尼讲呢？因为将逻辑推及到无边无界，用建立信心的逻辑来取代信仰，实在是啥懒散。因为信仰是超越伫啥逻辑的顶面。什么是逻辑呢？逻辑就是用三段形式来应用伫上帝的代志顶面。这款的方法，咱爱了解上帝创造逻辑，但是上帝伫逻辑以上。所以，伊伫这个所在讲三段论法是啥？是三个判断所组成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部分。每一个部分拢是啥？直直安尼讲。大前提就是有大事看面的判断，小前提就是小看面的判断。比如安尼讲，囝若是人，拢总会死。空主是人，所以空主会死，这就是叫做逻辑。这款的推论是对的，但是上帝毋是干那伫逻辑内底的呢？咱斟酌继续来看，大前提是人死袂当过活，小前提是啥？这个人已经死去啊，所以结论是啥？这个人死去啊，就袂过活过来。这个逻辑是对的哦，但是伫信仰的顶面敢对？毋对，因为上帝超越伫逻辑以上。上帝是生死活命的源头啊！圣经内底有人对死过活无？有啊，并且你有相信你有一天会对死过活无？你若毋相信，你坐伫遮是咧创啥？咱若毋相信，咱有一天会对死过活，咱是坐伫遮创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佮另外一个代志，大前提是人爱透过学习才会晓讲别国的话语，对无？小前提是这个人无学过，所以这个人袂讲别国的话语，这个敢对？这个论述是对的哦。但是对着使徒行传，摊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内底讲啥？因着照着圣灵的温书安怎讲出别国的话语来？讲几种？20几种呢？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咱袂当将上帝给绑死去，你知无？咱袂当甲将上帝绑死去。上帝创造万物，但是上帝伫万物内底，但是伊敢若超越伫万物之上。所以咱的信仰告别讲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伊会当搁再创造其他别人无会啊？只是伊无创造出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毋好互世界的物件，甲咱的信仰绑死去。基督徒讲方言是一个温术，医病赶鬼也是一个恩典，所以的确着爱甲咱的信心建立伫这当中。但是有一寡人就怎样？伫迄个所在，因为毋捌经历过，所以就惊吓犹豫。有一寡人就亲像这犹太人、耶路撒冷的人，因伫迄个所在伫宗教的礼仪内底，已经拔到一样代志啊。无毋对，我承认有一寡时阵，咱会看到一寡人。因追求方言，还是追求属灵文书，追求甲用要起笑去安尼吼。我确实有这款经验着。但是咱对圣经内底，咱袂当因为人的失策，咱就讲圣经毋对。你听我的意思无？咱袂当因为人的失策，咱就讲圣经毋对呢。圣经讲的是对，是咱人操作了无好势。因为咱人真容易看到人甲人的关系，所以就真容易歪错去。所以因伫这当中有两种反应，一个是惊吓猜疑，另外一个啥？迄拢咧起笑的啦，迄拢咧起笑的，哪有可能会赶鬼？世间哪有鬼？哪有可能讲方言？一定啉烧酒醉啊！就是一定爱家己假，我嘛会晓。亲爱兄弟姊妹，毋好用这款态度来面对圣灵的文书。若甲无咱的圣经，都有真侪物件爱改
删除掉，爱甲伊加掉去。咱需要重新慎重倒转来，认捌上帝伫今仔日世代的作为。伫咱主观的感受内底，咱有的时阵会感觉讲啊，这歌好唱啊，无好唱，啊，牧师讲道讲好啊，毋好，啊，咱无定地当超越伫这以上的时阵，咱搁较爱斟酌注意这样代志。我今仔日来做礼拜，有斟酌注意，上帝你今仔日要对我讲什么话？上帝你要伫我的身上成就什么话？这两点可能是咱搁较爱想的。伫每一届做礼拜的时阵，期待有新的代志、新的恩典发生伫咱当中，发生伫我的内面。咱咧想的是望会当伫咱的时间点发生，但是上帝毋是咧互咱家指派，上帝有伊的时候。上帝讲：你若准备好，我会伫我的时候来互代志发生。所以上帝的言语，伊会彰显伊的救恩。上帝的话语已经应验伫初代教会。当遐个人惊讶犹豫猜疑的时阵，彼得甲11个使徒因同齐做伙起来，对着因讲啥？亲爱兄弟姊妹，因毋是啉烧酒醉，因为即马才知影9点尔。无人咧知影咧啉酒的啦，啉酒是下晡甲阴暗的代志，所以无人伫早起咧啉酒。因伫这个所在，恁嘛斟酌注意听，因所讲的是恁啥？恁故乡的故乡话呢？恁厝内面所讲的话，因无学过，但是因会晓讲。因伫当中咧讲述，恁嘛听会明白伊的内容。伊毋是敢若喙齿伫迄个所在震动，是上帝的圣灵甲因三个同在，咧显明基督的救恩，咧甲恁讲，咧邀请恁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因伫迄个所在讲，伫天顶第一，我要伊伫迄个所在，彼得佫起来讲，这就是上帝所讲的。伫上主大个明显的日子也未到以前，我要显出奇妙的代志。咱斟酌注意这样代志。上帝讲，伫天顶我要显出奇事；伫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火有烟雾，日头变做黑暗，月亮变做火。这拢伫主大个明显日子未到大成。斟酌注意，伫分做两种，一个是伫天顶，一个是地下。神迹，这个神迹的重点。神迹这个字，咱家翻做神迹，但是实际上伊毋是互死人对死过啊迄个物件。圣经咧伫这个所在咧讲神迹的时阵，是讲你会看到这记号，我会显出记号。什么款记号？有火有烟雾。安尼，你若看到这代志的时阵，就表示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已经伫要到啊。咱就通看见伫。穆斯林回教徒因现此时快速咧回应信耶稣。伫伊朗有几百万人来信主上帝。伊朗这个所在是回教，你若信上帝、信耶稣基督是爱抬头的。但是有将近100万人，并且人愈来愈多，伫迄个所在可能互百姓觉醒来相信上帝。穆斯林就是回教徒，目前是。因伫世界扩张上介紧的宗教另外，但是伊嘛是现此时上介济的人对着回教来改信耶稣基督的百姓。圣经讲，一个人若是伫地面上安怎得到救，伫天顶安怎，所有的天使拢为因欢呼欢喜。所以伫天顶会发生代志无？有发生真大的代志。搁再来，印尼伫这个世界人口排名是第4， 85%是回教徒。你斟酌家看，基督徒的牧师引带大量的这回教徒信主，对2006年到2016年10年来起了超过2万间的教会。亲爱兄弟姊妹，伫天顶有欢喜无？绝对欢喜。所以伫天顶有发生这么多欢喜的代志，了伫地面上咧。咱伫地面上讲啥？有火有烟雾。
有火，哈马斯甲以色列的战争，有火燃烧了整个的国家，这是整个你会通看到的这图片。这拢总是火伫地面上，圣经讲天顶有大代志要发生，伫地下呢有火，搁再来啥有火，才有火发生伫其中。这是我经一寡较无遐严重的相片，有一寡比即款的更较严重的相片。总是怎样？咱会看到火，你有看到这个记号，了有烟雾，弥漫了整个国家天的空中。亲爱兄弟姊妹，这是记号，有火，有火，有烟雾。唔那敢若是以色列，就是俄罗斯甲乌克兰，因嘛是伫即款的战争内底。上帝话正伫咧应验，上面见证上帝的公义甲信心，上面嘛咧甲世间人讲，上界落尾的判断一定会来。唔好随意来过日子。圣经讲，约翰福音，咱同齐做来读这段经文。来，恁唔通甲这个代志看作稀奇。时候要到，见若伫坟墓内底，拢要听到伊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搁活得生；做歹的，搁活定罪。人会搁活无？好人歹人拢会搁活哦。了安怎？看咱是得到生命，也是定罪。看咱安怎样做，所以到迄个时阵，彼得讲：当上帝安尼做的时阵，到什么时阵？当上帝已经把这个代志显明起来，彼得是引用古早的先知约珥所讲的。约珥讲：恁若看到遐个代志的时阵，安怎？爱趁机会赶紧悔改，唔好搁安尼懒散过日子，爱赶紧悔改，爱紧知影。上帝已经咧做代志啊，已经开始咧向前啊！爱赶紧甲咱厝内底人带来信主，互因会当甲咱同齐得到生命。爱赶紧将咱手中会当能力有能力分享互人的，真做人的祝福。赶紧做上帝咧做的代志，这才是圣灵降临者对咱的祝福、甲稳定、甲意义。基督徒毋是咧累积财富。基督徒是对上帝领受财富，成做一个财富的好管家，成做一个能力运势的好管家，分享给人，祝福别人，这才是真正基督的生活，这才是基督的活命。末后的日子，有一首诗歌讲：伫末后的日子，阮是用敬拜咧征战。什么是敬拜？敬拜一部分是咱现处时咧敬拜，另外一部分是。每一项代志，我拢会当将伊甲伊献予上帝。我做一个厨师，我做一个总铺师，我就是甲菜、甲饭甲伊煮互伊好，安尼我就是咧敬拜上帝。我做一个老师，甲囡仔教互伊好，安尼我就是咧敬拜上帝。生活每一项拢是咧敬拜上帝。通过即款生活的行动，咧见证我是敬拜上帝。做了好甲无好。拢会影响到咱的活命品质，嘛影响到咱对上帝的敬拜。我若是凊彩甲囡仔教的就好，我就有薪水通去领。安尼我就是咧奉献一个盔骹破相的羊啊，互上帝。就亲像顶礼拜梦村传道甲咱分享的，你有看到迄羊啊有无？盔骹破相的，目睭减一蕊，遮减一蕊，啊耳仔减一个，有无？迄就是咧讲咱的奉献。讲咱生活的敬拜，我实事若是伫这当中凊彩献，安尼我就是咧献迄落物件。但是我若是甲老师做互伊好，我若是甲总铺师做互伊好，我若是甲我的职业迄一部分甲伊做互伊好，我就是咧奉献美好的敬拜。生活本身就是咧敬拜，所以伫末后的日子，佫啥用基督改变世界，咱。无一定手握兵权，咱无一定有枪有大炮，但是你知影，有一寡物件是比枪、比大炮、比核子弹更较有能力的。
来，亲爱兄弟姊妹，你已经徛足久啊，对无？啊，坐足久啊，坐45分钟啊。来，拜托徛起来者，安徛起来。来，咱拜托徛起来，来，伸一下。安尼哦，这号做啥？伸懒腰，伸懒腰，台语要安怎讲？哦，春轮一个吼，春轮一个好 ，OK。春轮一个好啊，牧师你要结束啊？来，好，请坐，谢谢。话语的气力有足大无？有吼，讲一句话吼，成百个人拢徛起来有无？你阁有另外一个力量啊，你会当决定你要徛起来，无要徛起来，对无？迄是生伫你心内底所做的决定嘛。所以是咱用祈祷改变世界，祈祷是改变世界上界大的力量，甲上帝的心意相对齐。咱就会当经历属灵的权柄。伫这个世代，圣灵要管握咱，是安怎要管握咱？是为着要互咱有能力，有能力嘛有能力哦，这两个能力拢有哦。所以起来抢救失丧的灵魂，来讲论耶稣基督的大救恩，合一，教会合一，城市合一，基督徒合一。真侪传福音见证的大军，咱互相需要，我需要你，你需要我，咱同齐伫当中联合起来，当一个家庭合起来，就会成做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合起来，就会带着城市级的恩膏。这就是安怎？咱要参加圣灵降临这台南市合一的祈祷会。咱三甲做伙同齐做这代志，咱就会同齐做伙来经历上帝赏赐予教会集体的恩膏。教会城市合作会，所以是咱牧师伫每一年拢会努力甲你塞一个物件，或者国家祭坛，原因就是伫遮。咱手所握的。毋是世界的平权，咱手所握有的是咱灵魂的平权。你的灵若对，若圣洁，你就当伫即个属灵的世界发挥施灵，会带出上帝国的权能甲伊的权柄。求上帝保守帮助咱，对上帝听来生发合一的行动。伫圣灵的智慧当中，互上帝亲自显明伊家己的作为。了，咱会看到上帝的话成就的时阵，咱就爱赶紧把握机会，把握什么机会？把握得救的机会，把握伫即个时代和上帝三甲同工的机会。特别咱的日子无剩偌济。马上，咱就会见到主上帝。迄个时阵，因着咱今仔日所做的决定，咱愿意甲上帝同工，愿意甲主同行，咱就会伫当中来经历上帝的信息，并且会听见主对咱讲：你这个良善、个忠心的奴仆，会当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安息，咱三甲阿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阮伫这个时阵，感谢你的听堂、怜悯甲照顾。自我阮明白，阮需要追求受圣灵充满的稳定，阮需要得到集体的恩膏，彼此相听，互相扶持，通叫阮会当互圣灵运行伫阮当中。带阮连结真侪合一的属灵军队，伫即个世代影响、祝福、更新即个世代，互上帝你的公义、信息、祝福甲稳定，临到台南市，临到台湾，临到上帝你所赐福互阮的国家。阮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感谢主的恩典，咱下面的时间要来三甲做伙，咱要同齐做伙来为着咱亲爱的细囝吼，彭尚武吼，甲罗苗君姊妹吼，因的细囝，因为第二个囡仔吼，或者彭以轩吼，今仔日伫咱当中要三甲做伙，同齐做伙伫遮呢，来为伊行祝福的礼。来，咱请祥宇吼，甲苗君吼来到当中。有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恩典的时刻，也是上帝欢喜赐福的时刻。上帝欢喜伫咱当中显明伊的祝福、恩典甲疼痛。所以咱也通过这个三甲做伙伫遮呢，来为着尚武甲苗君为着因的第二个细囝或者以轩吼，同齐做伙伫遮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咱感谢主的恩典。愿上帝亲自施恩伫其中。咱今仔日三甲做伙组织伫遮要来为着尚武甲苗君伊的细囝以君以轩同齐做伙来甲因祝福。咱即是三甲做伙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的疼痛。儿女是你所赏赐的产业，照你所讲，伫恩典的道路上一定会得到。主，阮感谢你，因为活命恩典是你所予阮的，你应允，予阮生团济济，遍满全地，伫你这个所在。阮相信你所赏赐的，会超过阮所求所想的。就亲像你过去赐恩伫阮，今仔日你也要赐恩伫这个世间的身上。阮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没关系，来。祥宇跟妙君吼，今仔日恁带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敲找耶和华的祝福。上帝的祝福一直拢伫咧，只是恁若要真侪合用的器皿来承载上帝恩膏甲福气。所以我感谢上帝，将着以轩来赏赐互恁。今仔日伫恁真侪父母的时阵，要互细囝来得到祝福。牧师要详细来问恁下面的几个誓约，恁着斟酌思考了后来回答。我用恁的回答安尼来甲细囝祝福。第一，儿女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恁是毋是愿意安尼相信，并且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恁所抱的细囝以轩？恁相信这是上帝所赏赐互恁活命的产业吗？第二，恁既然真侪以轩的父母，就应该遵行上帝的话语，真侪伊的模范，用安尼来教导伊，并照主的教示甲境界来养育伊。恁愿意安尼行吗？第三，恁得爱倚靠圣灵为以轩来守望祈祷，伊的心就要归向恁，也要归向耶和华。伊的智慧甲信量，以及上帝甲人听伊的心，拢会同齐成长。恁愿意倚靠圣灵为细囝安尼祈祷吗？感谢上帝的疼痛。咱这个时阵感谢主的恩典。咱请现主是牧职同工以及现任的小组长甲执事。牧职同工以及咱所有在现任的执事甲小组长。互咱同齐来到头前来为细囝来祈祷，为以轩祈祷，来为以轩祝福。请现任的执事小组长甲咱这牧职同工，阁有这个小组长甲执事同齐做伙来为着以轩来祈祷。咱三个做伙同齐来换手伫父母伫细囝的身上来祈祷。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咱请兄弟姊妹也同齐为着细囝来祈祷，咱拢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为你所赏赐的恩典甲祝福，阮伫遮感谢上帝你的疼。你是主荣耀的上帝，你亲自赐恩看顾，甲以轩同在。主，你保守福音伫你的内面，因着上帝你的祝福，你互尚武甲苗君，照着上帝你所赏赐互因的产业，
因活伫主你的内面，因有对你所来的聪明智慧的灵、魔力甲能力的灵、敬畏耶和华甲聪明的灵。主啊，知识充满伫因的身上，为世囝祈祷，互上帝你的权能、稳定、丰富以及各样丰盛的祝福，临到这个家庭，互这个家一生一世行伫耶和华的道路，互这个家充满上帝你的和乐、稳定甲疼痛。唯愿你成就这一切的美好，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全能的主上帝，你的疼痛稳定，甲这个家庭三角同在。主你听见上有甲苗君因伫你面前所立定的誓约，因相信这是上帝你所赏赐活命的产业。因也愿意照着主你的教示，用因的活命诚侪模范来引带世囝认捌你、敬拜你。主上帝，你应允要用着圣灵来引带这个世囝，然后父母来为着以选祈祷守望，互伊一生一世行伫耶和华的道路当中。主你祝福这个世囝。互伊平安健康长大成熟，并且你祝福伊一生的道路，照主你所讲，主你要互伊诚侪真侪人的牧养，你要互伊伫你的面前领受稳定甲权能，叫伊一生的年日诚侪侪人的祝福，诚侪父母的欢喜，诚侪耶和华所定着的荣光。愿你的旨意得成，愿你的荣光显明伫这个世囝以选的身上，伫这个家庭当中，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拍拍来感谢祝福，谢谢。好，来咱徛好势，咱来，咱徛好势来翕一个相，咱请平传呀，帮咱翕相吼，谢谢。谢谢，感谢主，上帝祝福，OK， 谢谢，感谢主。我家囡仔记得遐济届哦，对我第一届哦，医生哦对头到尾一直甲我看呢。感谢主的恩典吼，每一届世囝来到上帝殿中，实在是一个大欢喜的时刻。咱也感谢主，因为伊的听永远拢伫地。相信上帝也要借着咱每一个人为世囝的祝福，世囝也要伫主的面前领受稳定疼痛，照主所应允的，要互伊诚侪这个世代的祝福甲见证。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是无？咱即时三个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咱三个做伙起立，同齐来奉献。全心全意来学了主上帝，全心全意来学了主上帝，全心全意来学了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了主上帝，全声欢呼来学了主上帝，全声来欢呼学了主上帝，全声欢呼来学了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了主上帝，歌鼓双手来学了主上帝，歌鼓双手来学了主上帝，歌鼓双手来学了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了主上帝，全心全意来学了主上帝，全心全意来学了主上帝。全心全意来学了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了主上帝，
愿声欢呼来学了主上帝，愿声欢呼来学了主上帝，愿声欢呼来学了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了主上帝，各股双手来学了主上帝，各股双手来学了主上帝，各股双手来学了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了主上帝，全心全意来学了主上帝，全心全意来学了主上帝，全心全意来学了主上帝，心灵自由学了主上帝。哈利路亚！全能的主上帝，感受一切学了甲敬拜的主上帝。愿将对你所得一切丰盛、稳定甲疼痛，借着金钱的奉献，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亲自来业纳，并照着你家己极大的稳定能力来引带教会，特先来使用所有一切的奉献，通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所奉献的每一分钱，拢会通用伫正确的位置顶面，互上帝你的心意得到欢喜，互上帝国因为正人的奉献、同心的努力，继续着这个世代扩展甲见证。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予爸上帝。愿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对上帝的圣灵得到引带、教示。启明上帝心中的意念，无论阮倒边、正边，有主你的声音对阮讲，这是正路，爱行伫其中，互阮的年日满有摇花稳定的自由，互每一位兄弟姊妹心灵勇行，身体健康，定定做成上帝欢喜的工。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今日咱第一场的主日崇拜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